你有没有觉得每次转头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好像晃动了一下？也许是早上起床，突然感到天旋地转；也许是转身看人，却觉得地板在滑动；又或者是走在路上，明明路很平，却总觉得站不稳，像踩在摇晃的船上。你可能以为这是年纪大了，身体退化了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因为你老了，而是因为你的眼睛、肌肉和大脑不同步了。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更普遍，也比你以为的更容易解决。但是，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如果你做错了，不但改善不了头晕，反而可能让晕眩更加严重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当你的眼睛和头部动作不协调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错误的讯号，就像两个人在跳舞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结果就是失去平衡，产生晕眩感。但是你不需要吃药，也不需要开刀，只要3个简单的练习，每天5分钟，你就能重新找回稳定的世界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医学技术，而是每个人在家里都能做的动作。关键在于你要用对方法，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做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重新稳定世界的旅程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很多人以为头晕是血压的问题、内耳的问题，或者单纯是眼花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超过60%的头晕问题，其实是因为视觉平衡失调造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。你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影机，你的眼部肌肉就是这台摄影机的定位系统，而你的大脑则是处理影像的中央控制室。当你年轻的时候，这3个系统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摄影机稳定，定位精准，控制室处理快速，所以无论你怎么转头、怎么移动，看到的画面都是清晰稳定的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个系统开始出现问题，不是摄影机坏了，而是定位系统跟控制室之间的沟通出现了延迟。就像你用手机拍影片，如果手一直抖，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晃动、模糊。你的眼睛也是一样，当眼部肌肉无法精准控制眼球的移动，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摇晃的影像讯号。这时候大脑会产生困惑，到底是我在动，还是世界在动？结果就是产生晕眩感、失去平衡感，甚至产生运动错觉。所以问题不在于你老了，而在于你的视觉系统需要重新校准。就像钢琴走音了，需要调音；汽车方向盘歪了，需要校正。你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连结也需要重新训练。好消息是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透过简单的练习来改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给你的3个步骤，就是重新让你的视觉系统同步的关键。我已经从事临床工作40年了，在这40年里，我看过无数因为头晕而困扰的病人。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，我发现有3个步骤，既简单又最有效。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体操，也不需要特殊的器材。这3个练习的目的是让你的眼睛重新学会听懂身体的语言。很多人一听到训练2个字就觉得很困难、很辛苦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真的很简单。你不需要每天花很多时间，也不需要很大的体力，你只需要每天5分钟，在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很多人做运动喜欢求快、求多，觉得做得越快、做得越多就越好。但在这3个练习里，慢才是进步的关键。通常只要3天，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差异。
你会发现转头的时候不再那么晕了，站起来的时候不再需要扶着桌子了，走路的时候步伐更稳了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这3个练习，它们分别是眼球平滑、追踪训练、眼头同步训练以及视觉稳定训练。每一个练习都有它的目的，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道理。只要你跟着我的指示，一步一步慢慢做，你一定能够感受到改变。现在，让我们准备开始吧。在我开始教你这3个练习之前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是我的病人陈女士，她今年52岁，住在桃园，刚退休不久。陈女士来找我的时候，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时的晕眩。她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世界在摇晃。她说，每天早上醒来，只要一坐起身，就会感到天旋地转。她必须坐在床边好几分钟，等晕眩感慢慢减退，才敢站起来。更糟的是，这个问题让她失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。她不敢自己去买菜，因为怕在菜市场突然晕倒。她不敢跟朋友出去走走，因为怕在路上站不稳。她甚至连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壁。我帮她检查之后，发现她的血压正常，内耳也没有问题。真正的原因就是她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协调出了状况。于是我教了她这3个练习。一开始，陈女士也是半信半疑，她觉得这么简单的动作怎么可能有效？但她还是每天认真做，早上做1次，晚上做1次，每次5分钟。10天之后，她回来复诊，她告诉我，现在早上起床已经不会晕了，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点不稳的感觉，但已经好很多了。她说，一开始还是会做错，但医师你说的对，慢慢来就好。现在我已经可以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了，不用再扶着墙壁走路了。听到她这样说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这证明了一件事，眼睛的肌肉也会老化，但只要你愿意重新训练它，让它重新学会听从大脑的指令，你就能找回平衡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第1个练习，平滑追踪训练。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训练你的眼球肌肉，让它能够平顺地跟随移动的物体。首先，请你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下来，背部挺直，双脚平放在地上。这个姿势很重要，因为稳定的坐姿才能让你专注在眼球的移动上。接下来，拿一支笔或者一只手指，举在你眼前大约30公分的地方。这个距离大约是你看书的距离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头部不要动，只动眼睛。慢慢的把笔往右边移动，眼睛跟着笔移动，移动的范围不用太大，大约到你眼睛舒适的范围就好。然后再慢慢往左边移动，记住是慢慢移动，不要快，快了反而没有效果。左右来回算1次，做5次。做完左右之后，接下来做上下，笔往上移动，眼睛跟着往上看，然后往下移动，眼睛跟着往下看，一样上下来回5次。最后做对角线，笔从左上往右下移动，眼睛跟着移动，然后从右上往左下移动，对角线也是做5次。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发现眼睛有点酸，有点累，甚至有点模糊，这是正常的。让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。你的眼球周围有6条小肌肉，负责控制眼球的转动。这些肌肉就像相机的自动对焦系统一样，必须随时调整，才能让你看到清晰的画面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肌肉如果没有常常使用，就会变得迟钝不灵活。就像你很久没有运动的时候，肌肉会变得僵硬一样。当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重新唤醒这些小肌肉，
让它们恢复应有的灵活度。当这些肌肉重新变得灵活，你的眼球就能够更平稳地移动。而当眼球移动平稳了，传送到大脑的影像讯号也会变得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练习能够改善晕眩的原因。但是记住，如果你觉得眼睛太模糊、太不舒服，就要停下来休息，不要勉强自己，慢慢来，每天进步1观点就够了。接下来是第2个练习，眼头同步训练。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你的眼睛和头部重新学会协调配合。首先，请你在墙上贴2个小标记，可以用便利贴，也可以用小贴纸，什么都可以。这2个标记，一个贴在你视线的上方，大约跟你的额头一样高；另一个贴在下方，大约跟你的下巴一样高。2个标记的距离大概是40到50公分。然后坐在椅子上，面对墙壁，距离墙壁大约1公尺左右。现在我要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顺序，这个顺序千万不能错，因为这就是训练的关键。准备好了吗？眼睛先动，头部再跟，先看上面的标记，眼睛先看上去，然后头部才慢慢抬起来，然后看下面的标记，眼睛先看下去，然后头部才慢慢低下来。上下来回算1次，做5次。记住，一定要眼睛先动，头部再跟，不能同时动，也不能头先动。为什么这个顺序这么重要呢？让我解释给你听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当我们要看某个东西的时候，应该是眼睛先锁定目标，然后头部才转过去支援。这就像打篮球一样，你要投篮的时候，应该是眼睛先看篮筐，然后手才跟着瞄准。如果你眼睛还没看清楚篮筐，手就先投出去了，球当然投不进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的头部先动，眼睛才跟着动，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混乱的讯号，它不知道到底是你在动，还是世界在动。但如果你训练自己，让眼睛先动，头部再跟，你的大脑就能重新校正这个顺序。它会知道，是我要看东西，所以眼睛先定位，头部只是辅助。当这个顺序重新建立起来，传送到大脑的讯号就会变得清晰、准确。想象一下，你的眼睛是摄影师，你的头部是3脚架。摄影师先决定要拍什么，3脚架，再配合掉整角度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会稳定、清楚。所以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请你特别注意动作的顺序，慢慢做，感受眼睛先动，头部再跟的节奏。如果一开始觉得不习惯，没关系，多练习几次就会熟悉了。最后一个练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态稳定训练。这个练习会比前2个稍微难一点，但也是效果最好的一个。请你坐在椅子上，背部挺直，然后举起你的右手，把大拇指竖起来，放在眼前大约30公分的地方。现在眼睛看着大拇指，记住，在整个练习过程中，你的眼睛都要紧紧盯着大拇指，不能移开。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，你的头部要慢慢往左边转，但是你的眼睛要一直盯着大拇指不动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头往左转，但你的眼睛要用力保持在大拇指上，然后头部再慢慢转回来，回到中间的位置。接着头部往右边转，眼睛一样要牢牢盯着大拇指，左右来回算1次，做5次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千万不要快，快了不但没有效果，还可能让你更晕。做完左右之后，接下来做上下，头部往上仰，但眼睛依然盯着大拇指，然后头部往下低，眼睛还是不能离开大拇指。上下来回也是做5次。这个练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这个练习训练的是你的大脑在移动时保持影像稳定的能力。
当你的头部在转动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眼球没有跟着调整，你看到的画面就会跟着晃动，就像你拿着手机边走边拍影片，如果没有防手震功能，拍出来的影片就会很晃。但是当你训练眼球在头部移动时，依然能够锁定目标，你的大脑就会学会自动补偿这个移动。这个机制叫做前庭延反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内耳会感测到头部的移动，然后自动指挥眼球做相反方向的移动，来保持影像的稳定。当这个反射变得灵敏准确，你在走路转头的时候，看到的世界就会稳定清晰，不会再摇晃模糊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练习能够根本性的改善晕眩问题。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如果你感到头晕，一定要马上停下来休息。晕眩感是你的大脑在告诉你，慢一点，我还在适应。所以不要勉强改慢一点做，记住，慢就是进步。每天做一点，持续做，效果就会慢慢出现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一起完成了3个非常重要的练习。这3个练习让你的眼睛、头部和大脑重新变成一个团队，他们不再各自为政，而是互相配合、互相支援。当这个团队重新开始协调运作，你的世界就会变得稳定。而当世界稳定了，世界就不再摇晃。我希望你能够每天花5分钟，认真做这3个练习，早上做1次，晚上做1次，不需要多，但要持续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请在留言区写下“稳定世界”这4个字，让我知道你今天学到了这个方法，也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平衡。同时，如果你家里有长辈，或者有朋友每天都在为晕眩困扰，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，也许你的一个小小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品质。接下来，我来回答2个最常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做这些练习的时候，眼睛很酸很累，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休息，累了就停下来。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不要勉强自己，因为勉强不会让效果更好，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。第二个问题，一天要做几次，做多久才会有效果？我的建议是，每天做2次，早晚各1次，每次5分钟就够了。通常3到5天，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差异，1到2周，改善会更明显。但记住，效果是累积的，所以要持续做。最后，我想对你说，你不是老了，你只是需要重新训练你的视觉系统。只要你愿意每天花5分钟，认真做这3个练习，你一定能够重新找回稳定的世界。我是林一，是愿你从今天开始，走路更稳，看世界更清楚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